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2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27天。根据乌克兰总司令谢尔斯基26号的说法乌克兰军队已击退了俄军在苏梅州边境地区的夏季攻势，截至本周已稳定了前线。谢尔斯基表示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叫格卢什科沃斯基区的进攻，迫使俄军指挥部调动原本将参加于苏梅州攻势的部队，并且乌克兰军队已将总计约5万名俄军人员牵制在库尔斯克和北斯洛伯詹斯克，也就是苏梅州北部和哈尔科夫州那一带根据这个美国战争研究所观察到的地理定位证据表明，随着俄军在边境地区的推进速度放缓，乌克兰军队最近几周已收复苏梅市北部和东北部的领土。乌克兰的这个北方部队发言人叫米斯尼克6月26日说俄军在苏梅州北部最为活跃，他们已经减少了使用全地形车进行攻击，转而依靠步兵进攻，也就是人肉冲锋关于这个谢尔斯基，他说5万名俄罗斯军队被控制住，动弹不得，其中包括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精锐。这个控制住是不是说把它包围了，包成饺子了，还是怎么着？这个不太好说总之，对吧？这个乌军在苏梅这个方向就是拖住了约5万名俄军精锐。具体什么情况，恐怕过几天就知道了按照谢尔斯基的说法，基本上粉碎了俄军的这个夏季攻势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摧毁一辆罕见的朝鲜多管火箭炮，这是由突袭第413营在新巴甫利夫卡方向完成的。他们发现并摧毁一辆朝鲜制造的 M1991 型多管火箭炮，无人机操作员驾驶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发射导轨上的一枚火箭弹，弹药被引爆后击穿了成员舱，随后整套弹药发生爆炸，也殉爆这个 M1991 是朝鲜仿制的苏联220毫米飓风多管火箭炮，但口径扩大到240毫米，打击范围提升到60公里，也就是这个苏联的这个火箭炮的升级版。乌克兰无人机摧毁了克里米亚的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雷达和发射装置被摧毁。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幽灵特种部队无人机对临时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境内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进行了又一次精准打击。这些雷达是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没有它们，防空系统将失去探测和打击空中目标的能力，没有它们，这个 S-400 就成了瞎子那就成了摆设。根据情报部门的数据，此次行动是系统削弱半岛敌方防御能力的又一步骤。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宣布将继续摧毁俄罗斯军事设施，直至克里米亚完全脱离占领。6月25日，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库图佐夫卡附近一列俄罗斯铁路货运列车，该列车当时正向俄军运送弹药。这些俄军活动如扎波罗热州临时被占领地区托克马克市附近。袭击现场画面由浪人作战部队对外公布。这果然乌克兰人用无人机开始封锁扎波罗热的这个铁路线不停的在那儿轰炸。这个一旦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对这个扎波罗热、这个梅利托波尔这一线大陆桥这个铁路线进行封锁，再配合轰炸的克里米亚大桥，那么克里米亚的俄军不战自乱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突发爆炸并引发大火，具体目标尚不明确，有消息称可能是燃料库遭袭，但该说法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10月8日又是乌军的无人机的杰作乌克兰特种部队袭击敌人罗斯托夫州油库，现场爆发大火，显示了行动圆满成功。此外，在贝加尔湖燃料厂以及恩格斯基地都出现了剧烈爆炸现象。乌克兰方面说乌军收集到情报显示，近期俄罗斯军队正在扎波罗热方向集结军事装备，预计未来几天可能在该方向发起重大进攻这是在战场上的一些情况，双方战线变化不大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全球最大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就是 LV 集团继承人兼首席执行官叫伯纳德·阿尔诺向乌克兰捐款1亿欧元。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继承人叫爱丽丝·霍尔顿以个人名义向乌克兰捐款7000万美元。根据这个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6月16号发布的报告说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
面侵略乌克兰以来，乌克兰接受的援助价值总额为3120亿美元啊。关键是全球有超过120个国家，1500万人次以个人名义纷纷向乌克兰捐助，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实黄俄应该多看一看这个，全世界就是伊朗这样的国家，他援助俄罗斯卖给俄罗斯沙赫德无人机，也还偷偷摸摸坚决不承认，对吧？全球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朝鲜，破罐子破摔，对吧？他援助俄罗斯，剩下的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说我们援助俄罗斯。没有一个，但是对吧？这有人偷偷摸摸的援助俄罗斯，那是打死也不承认，坚决不承认。但是你看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个人，那么多明星，那么多政要，还有那么多商人、资本家都在援助乌克兰，而且他们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援助马上就对吧？宣传上头条，人家以此为荣，以此为骄傲，这是为什么？公道自在人心呢，对吧？你两下一对比，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为什么援助俄罗斯的都是偷偷摸摸的，而且还没几个国家，生怕别人知道。但是援助乌克兰的，那不管是国家还是各个国家的公民，还是组织，还是公司，对吧？那都是大张旗鼓对吧？公开援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充分证明荷兰与比利时向乌克兰移交2艘猎潜舰。荷兰国防大臣布雷克曼斯证实，两国已完成向乌克兰移交2艘猎潜舰的军援行动。乌克兰海军官兵与技术团队以创纪录速度完成了接装培训。具体移交舰艇包括比利时海军的水仙号现在更名马里乌波尔号，荷兰海军的弗拉尔丁恩号现更名为梅利托波尔号。这个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来说又不是好消息黑海舰队还有5艘潜艇这回要小心了黑海舰队有一艘潜艇在那个船坞里面维修的时候被乌克兰人炸成2截，太惨了。现在还有5艘，恐怕也进入生命倒计时了这个乌克兰称英国将拨款17亿英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计划用这笔资金购买防空系统和轻型多用途导弹。这个英国人的援助也是力度越来越大根据网上的传言特朗普下令把以色列退役的5套爱国者进行维修改装之后要送到乌克兰去，这个是传言很有可能。众所周知这一次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的北约峰会现在的迹象表明形势对乌克兰是越来越有。这个从特朗普1月20号上台以后这个将近5个月的对吧这种压抑的气氛对吧对乌克兰这种打压对吧 PUA 极限施压，胡萝卜加大棒，大棒给了乌克兰，胡萝卜给了俄罗斯，整整持续5个月。终于在这个北约峰会期间已经出现了非常好的迹象情况在向有利乌克兰方向发展。这个就是在这次北约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联合英法德波意5国领导人为泽连斯基安排了一个小型峰会，再一次就是声明还承诺，一个是北约援助乌克兰这个决心是不变的，打多久就援助多久。第二个，这个吕特还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逆的，因为这个事情非常重大对乌克兰来说这个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就是北约再三承诺要援助乌克兰，事关重大。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秘书长吕特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So, for Volodymyr and colleagues, it's good to see you all again. Yesterday, there was already a good discussion with you, Volodymyr, with the EU, the 2 EU leaders, Ursula von der Leyen and Antonio Costa, and also with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Sybiha at the NATO-Ukraine Council last night. And I think the message that comes out of this summit is clear. NATO's commitment to Ukraine endures. And it is now in the summit declaration with a clear link to the money, and I think that is important for the next 5 to 10 years. Not that we expect the fight to take so long, but that whatever is necessary, we will keep you in the fight. So words matter, but it's not just words. We're also providing unprecedented practical and political support. And our partnership, I think, is for NATO one of our most substantial. And it means that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provide extensive military assistance. Several nations at this table here today and many other allies have already made substantial pledges recently, including air defense systems, tanks, infantry fighting vehicles, artillery systems, drones, naval systems and munitions. So that is good news. And I think these are crucial to support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
and I personally strongly welcome them. Then, of course, we have the command in Wiesbaden, coordinating all of this, and also the future contributions, making sure that you can make maximum use of what all the allies are providing, and supporting the delivery of critical training to Ukraine. And of course, we are learning the lessons from this war through our joint endeavor in Poland, JTEC. And I have NATO's office in Kiev, which is working hard, I can say every day, to support Ukraine with your team in Kiev. And then we have NATO's comprehensive assistance package. We have now more than 70 projects running to build Ukraine's future forces and security sector. So all of this brings Ukraine closer to NATO. It is building the bridge. And it means that you can count on us now and in the future, so that you can defend yourself, that you are stronger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at you can deter aggression in the future, and on your irreversible path into NATO. We support you now and throughout the challenges ahead. No one deserves peace more than Ukraine. I think we are all agreeing on this. And with this, I would like you, Volodymyr, to say a few words, and then we will ask the press to leave and start our discussions. Thank you very much, dear Mark, dear friends, real our big friends of Ukraine and Ukrainian people. We are so thankful to you that you are with us. I wanted to say still, but I feel that it's continuation. Thank you for your big support to our people, to our soldiers, really heroic people, and it's also great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 on all the members of NATO allies, but we are very thankful to you. It's not about just discussions, it was about decisions, and my congratulations for this summit, and we are very proud that we've been invited. And of course Russia pushed a lot of signals about our links and about our relations, an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our participation is here shows real strong support from you and strong links with us. Thank you for this. Thank you for, again, Mark, air defense, and you did a lot, and our partners, thank you very much. Air defense, jets, training missions, and EU package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So, can I kindly ask you to leave this part of democracy to依据乌克兰加入北约不可逆转，可以说让泽连斯基感动的热泪盈眶，瞬间达到高潮，誓言这个战斗会继续下去，不会放弃。这一次北约峰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个和谐的大会这真正的因为第一个，他们已经达成了就是2035年让这个国防开支达到 GDP 的5%，这个也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对吧？一直在推动的一个事，居然他达成了。那这些东西一达成，对乌克兰的援助那就不在话下，对吧？这个已经不是泛泛的说要援助乌克兰，这个吕特说的援助乌克兰已经跟实际的金额数字都已经挂上钩了，一年给多少？不是说那个就是签一个框架协议口头承诺就像这个俄罗斯和伊朗之间一样，那不是互相挖坑吗？所以这个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那是实打实的。我在前几天节目说了，这个吕特非常不容易他在拜登当总统的时候那是如得水，对吧？力挺乌克兰，又是要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吕特不停的跟这个北约成员做工作但是特朗普一上台之后，特朗普立即反对就是你乌克兰想加入北约，你想都别想。那在这种情况下，对吧？而且这个特朗普也不再援助乌克兰，对乌克兰极限施压，让乌克兰投降。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吕特简直是挨了2巴掌，晾在那儿。所以吕特他的紧跟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表态他也开始说这个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了。大家可以去看新闻直到这一次北约峰会，这特朗普高兴特朗普可以说叫龙颜大悦为什么呢？他一出手就搞定了伊朗，对吧？伊朗就跪下了。你别看伊朗现在嘴硬实际上已经跪下了，马上谈判，再也不搞核武器了，反正被你们炸掉了，中东局势就稳了。这个时候特朗普，对吧？他就有那个精力说再关注这个欧洲的局势，欧洲人自己掏钱，对吧？你特朗普不过是在后面做一次靠山而已。所以你看特朗普他现在已经，对吧？同意给乌克兰卖这个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这就是转变。所以你看吕特他非常激动所以这次峰会上面，对吧？他非常放松因为这是最大的赢家就是吕特当然有乌克兰，还有这个特朗普是最靓的仔，光环都在他身上，也确实够他吹的，派了这个7架 B2 隐形轰炸机，对吧？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对吧？把伊朗的这个福尔多核设施给炸了。谁说特朗普怂对吧？特朗普至少这个时候不怂所以说他在北约峰会上他在讲故事，对吧？听他吹牛，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所以吕特他一高兴，所以
所以说他跟这个特朗普聊的就比较嗨，对吧？这个举例子就拿美国爸爸举例子，而泽连斯基确实是非常感动，对吧？他感谢北约成员国给他提供这个防御系统，对吧？要援助他，要帮他打到底。刚才说了，这还不是一般的承诺啊，它是对应到每年，对吧？你的援助多少钱呢？每个国家要掏多少钱援助给乌克兰？这不是，对吧？一个空头承诺啊。德国外交部副部长瓦德普尔向德国民众解释，为何要为了乌克兰接受生活水平下降，我们必须为了乌克兰勒紧裤腰带，我们也必须直白的说啊，这关乎重大利害，我们并非自愿选择这种处境，但既然身处其中，就必须应对。俄罗斯每天都在持续攻击，遗憾的是，德国仍有不少人低估或淡化这点，对此我们只能说这是不负责任的。也就是德国在国内开始动员了，大家为了援助乌克兰勒紧裤腰带吧。这个因为这些国家啊，他们预算开支那都是丁是丁毛是毛，对吧？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你把 GDP 的5%来做国防开支，势必要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对吧？这个都需要向本国老百姓啊要去动员，对吧？要讲明这个道理，不是像印度，对吧？或者某些国家自己开个会就完了。当然了，这个俄罗斯啊，他污蔑说北约峰会同意增加国防开支，纯粹是借俄罗斯威胁论敛财。俄罗斯外交部长这个拉夫罗夫啊表示，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不会对俄罗斯安全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俄罗斯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将来采取哪些手段来确保这些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啊，西方正在利用虚假的俄罗斯威胁论向西方国家纳税人敛财，也就是将国防开支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这是用来骗取资金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技巧。冯德莱恩表示啊，欧盟委员会支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首轮谈判，理由是乌克兰一直在为了加入欧盟而进行改革，欧盟方面现在该有所表示了。你看这个乌克兰可以说是叫双喜临门，欧盟正式启动首轮谈判，这个乌克兰要入欧的步伐又加快了。这个泽连斯基颁布法令将使乌克兰与欧盟和7国集团制裁俄罗斯保持一致。什么意思呢？就是泽连斯基颁布法令，实施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2025年6月27日决定的关于乌克兰、欧盟和7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同步对俄罗斯联邦实施制裁压力及相关问题。也就是说以后欧盟和7国集团对俄罗斯的制裁条款，乌克兰同步执行，跟他们步调一致。6月27日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宣布，超过400万架无人机将交付乌克兰武装部队。乌梅罗夫说今年将向乌克兰武装部队交付超过400万架无人机。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将开始使用拦截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称用于打击俄罗斯的天之葵2，也就是那个沙赫德无人机已证明了其高效性。不光是无人机这块这个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已开始批量生产萨普桑短程弹道导弹，该导弹上个月首次用于实战。据悉，萨普桑导弹击中了距离300千米的俄罗斯军事目标。当被问及萨普桑导弹是否能够抵达莫斯科时，总统办公室主任回答道，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我认为我们将能够多次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这个萨普桑导弹能够打这300公里，然后能够携带480公斤的弹药。实际上它就是这个美国陆军的这个战术导弹的这个应该是山寨吧。很快恐怕他们就要升级，能打500公里或者600公里，对吧？从乌克兰打到莫斯科没毛病。这个战再打下去莫斯科一定会遭到轰炸。大家想象一下，怎么可能只能容许俄罗斯轰炸基辅，和这乌克兰人不能轰炸莫斯科呢？所以这个都不用怀疑这一旦乌克兰自己有了导弹，为什么以前不炸呢？是因为他没有导弹，对吧？这个美西方也不敢给他导弹去炸莫斯科，人家乌克兰人自己制造，很快，对吧？他就有那个能打600、700公里的弹道导弹。也就是说，接下来这个战越打，对吧？这个俄罗斯是越吃力时间是站在乌克兰这一边下一次俄罗斯在朝乌克兰发射弹道导弹，对吧？你发射20枚，乌克兰人也会发射20枚反击，战火真正的会烧到这个俄罗斯全境。韩国的首尔情报称朝鲜可能向俄罗斯增派军队以支援乌克兰战争。据路透社报道说，韩国情报部门称，朝鲜可能在未来2个月内增派军队以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据报道，平壤还在继续向莫斯科提供炮弹，作为回报，朝鲜可能会获得卫星发射和导弹制导系统方面的继续援助。看样子这个乌克兰对吧？这个想办法打击一下这个朝鲜非常有必要俄罗斯在达达斯坦
大量生产沙赫德无人机，用于袭击乌克兰。据《世界报》披露啊，这个揭秘组装者身份，就是什么人在达达斯坦生产这个无人机呢？根据该媒体报道，俄罗斯正在动员非洲女性工人，并向他们承诺职业培训和优厚薪资。如今，俄罗斯能够持续不断地对乌克兰发动沙赫德无人机袭击，是因为其大幅提升了本国的生产能力，不再依赖伊朗。报道指出，前所未有的是，这些无人机由非洲工人组装，主要来自乌干达、马里、喀麦隆、塞拉利昂、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啊，2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欧亚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西方国家如果没收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那将是抢劫行为。这个强盗啊，居然说别人抢劫，对吧？俄罗斯抢到乌克兰家里了，把人家领土抢了，把人家矿产抢了，把人家电冰箱、洗衣机往家搬，把人家农作物抢了，把人家领土抢了之后搞个公投，这种它不叫抢劫，人家把他冻结的资产的利息，对吧？买武器支持乌克兰，这叫抢劫。报道称啊，普京强调，正如我们所知，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我们相当一部分黄金外汇储备被冻结在西方银行，他们一直说要偷走我们的钱。普京指出，秘密窃取财产的行为被称为盗窃，而西方现在这种行为则是公开的抢劫。如果西方真的要这么做，那么支付系统的区域化进程会加速，并将具有不可逆性。就俄罗斯这个整个的，对吧 ，GDP 还抵不上印度的某一个省，就那么点量，还要威胁什么区域化。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啊，欧盟和七国集团冻结了俄罗斯近一半的外汇储备，约合3000亿欧元，其中超过2000亿欧元被欧盟冻结，主要存放于比利时的欧洲债券，叫布鲁塞尔清算银行账户。这个看样子俄罗斯还要跟哪个国家搞支付系统，就那点量有什么用呢？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呢他说伊朗袭击后啊，也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进行了混合双打呀，就是伊朗被袭击以后，俄罗斯无与伦比的防空系统无力保护土耳其。其实也是在这个北约峰会上，埃尔多安向记者透露说防空系统不仅限于 S-400， 说最近几天这个就是伊朗地区的冲突，我们的舆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防空系统综合体，让导弹在不同高度并协调运作非常重要。也就是这个俄罗斯的 S-400 导弹系统无法满足土耳其的防空需求。土耳其不是买了俄罗斯的这个 S-400 吗？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这个在伊朗证明这个 S-300、S-400 就是个聋子的耳朵纯粹是个摆设。以色列的 F-35 在伊朗如入无人之境，这个美国的 B-2 隐形轰炸机7架在伊朗上空，伊朗人都根本就不知道。你说这个俄罗斯的 S-400 导弹系到底在干什么？罢工了吗？我们再看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股东批准了2024年不支付股息的决定。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股东批准了2024年不支付股息。自2022年以来，该公司一直没有向他们付款。分析师认为，他们将在几年内受到质疑。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2024年的业绩，该公司批准了不支付股息的决定。这个曾经扬言要让欧洲进入这个冰封世界，对吧？冰雪天地要让欧洲冻死人这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大家还记得吧？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搞了一个宣传片那拍的挺吓人的，有点像那个美国的大片那个后天欧洲离开了俄罗斯的天然气，欧洲整个都被冻住了。结果欧洲到底有没有冻住咱不知道这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要破产了，没有钱，对吧？直接就不支付2023年的股息。由于对吧普京的这个出色的地缘政治战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成为一家无利可图的企业。一个卖气的居然没有钱，越卖越穷，可见这个俄罗斯国内的经济现在已经出现很多苗头，就是随时有可能崩盘。所以跟乌克兰谈判就变成了普京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6月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互相通话。普京还表示，俄乌双方代表团团长目前正讨论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日期。目前的形势对俄罗斯来说越来越没有希望，也就是他想打赢这场战争很绝望。如果能够早点结束，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对普京来说就很难了。普京拿什么向俄罗斯人交代？普京两手空空你怎么向俄罗斯人解释这100万人伤亡，对吧？打了这4年仗，
花了多少钱，你最后得到了个什么，他没办法交代。打吧又坚持不下去，谈吧对普京来说或许是一场灾难啊。6月27日，俄乌伊斯坦布尔谈判乌克兰代表团团长就是乌梅罗夫表示在俄乌双方解决了人道主义问题后，乌克兰希望在与俄罗斯的谈判中推进俄乌两国领导人会晤的议题，也就是双方这个现在谈都谈不到一起去。乌克兰人要求泽连斯基和普京直接谈，普京说你不先谈好这个停火和平这个协议，普京是不会去的。如果要达成和平协议，普京再跟泽连斯基见面，那这个1年都有可能。俄罗斯能坚持吗？这个普京跑到白俄罗斯找卢卡申科要点土豆，这个卢卡申科把普京带到一个大卡车面前，那个专门用在矿山上的大卡车，说土豆没有，要卡车可以给你几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